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吃无同的手路料理。为大陆江西柳州过来到台湾的大陆牵手，20年前过来了后，一直想要找找故乡的滋味。因为台湾无人咧卖，伊就决定和因人做伙创业卖螺蛳粉。是安怎叫做螺蛳粉？头家娘讲，这就是咱这里讲的石螺。因为螺蛳粉的汤头上真济石螺落去控的，青甜大碗搁满甜，掺土豆汤头有骨落硬的口感，配 Q 弟弟光菜米粉，好滋味，互主顾客特别爱滋味。来咯，这个猪加牛，这个牛肠谁的？不管是用餐的食钱时间，也是这个下晡时仔的人事时间，店内拢是安尼坐甲满，因为大家拢是为着这碗螺蛳粉来的。即落食到真 Q 搁利口的螺蛳粉，拿来甲倒打一碗真青的这个大骨汤，搁甲掺一汤匙啊，家己特chế这个番姜啊，安尼互人食到嗖嗖叫，足煞脆的。这个比较 Q， 然后比较厚一点，就是台湾的会比较薄，然后比较容易吞。这个可能就是要咬一下。我觉得它的汤头就是不会到太是那种太酸辣，可能就是像是可能一般人就可以接受这种比较没有那么酸辣那种感觉，然后是算蛮开胃的。即落大陆广西柳州真单地的即个在地小吃螺蛳粉，有真侪消费者是安尼应该袂讲哩。啊，若即个螺蛳粉会遮尔好食，主要是因为有家己特殊的汤头配料，用鸡骨甲猪的大骨，还佫有葱头先落鼎安尼看甲烘，伫控汤的时阵就会当来洗石螺。野生的哦。野生的。这个没有养殖的。甲掺即落野生的石螺，等到即个大骨汤烘甲白落的时阵，才佫落鼎安尼做伙落去控。它那个螺的鲜味不一样，对，它特色就是螺，然后加上酸菜、酸笋、豆子。头家娘魏静文，前20年前对这个广西柳州过来咱台湾，头起先因为伊是大陆某的关系，所以伊去找头路，定定拢是四界碰壁。伊嘛是捌经过一段人生较找家的时阵，很难过啊，就我觉得就是被歧视的感觉。其实我有回去过一阵子，我不想来了。我有回去过2年多。伫个苏当时，伊无法度适应咱台湾的生活，佮加上伊真少念厝的乡土味，伊就带囡仔安尼做伙转去广西柳州的外家头厝。尾啊，因为台湾的大家官破病，伊就爱来甲照顾，才会决定来创业，卖即落广西单地的螺蛳粉。5碗、7碗，然后一直撑，要收也不是，要撑下去也是很痛苦。对啊，然后这样撑了4个月，一天卖400-500块啊，房租都不够。前3个月本来是想要放弃，因为做吃的大概3个月是一个期限嘛，起不来你大概就很难再起来。后来我就是不信，我们2个也不信邪，我们再熬一个3个月试试看，才后来他慢慢那些家乡的人来吃啊，然后网络上面啊什么就传开来了。加在讲，这个原本担任广告业务主管，也就是静文的头的，伊退休了后，坚持陪伴伫个身躯边，做伙来拍拼。翁仔某2个人对料理是真面子佮用心，嘛安尼豆豆啊，互人客感受伫心内。在这边我还遇到那么多人关心我的，而且还是我的客人。客人喜欢吃，我们就高兴。这样，我们最喜欢看到客人吃光光，一粒汤都不剩，这样是我们是最乐见看到的。魏静文伊用手工来做螺蛳粉，就是要来弥补心内对这个乡里的少年，嘛因为真用心来做料理，有得到顾客肯定甲回归，安尼嘛，互伊家己的心内有较安踏。记者综合报道。